嗨，大家好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做呢個蝴蝶壽司卷。點解我今日分享做壽司咧？係因為我啱啱咧去咗日本翻嚟，咁去日本咧我就買咗好多嗰啲 cookie 啊，因為我好中意食日本嘅 cookie 啦。同大家介紹下呢種 cookie 嚇。咁咧就我去咗 Tokyo 啦、Osaka 啦，你喺市場上面係揾唔到嘅，一定要去到 airport 嘅機場入邊先玩到呢個cookie 㗎，好好食㗎，不妨大家試下啦。我準備同大家啦就分享做呢個壽司卷嘅話啦，咁我其實好簡單，我就係用青瓜啦、紅蘿蔔啦，好簡單嘅食材啦，咁個個都可以有呢個食材啦。咁當然啦，你如果中意用唔同嘅食材，你喜歡咁，你可以自己添加啲落去㗎嘛，係咪？好喺下邊 show 俾大家睇點樣做呢個蝴蝶壽司卷。做壽司飯嘅食材好簡單，包括日本壽司米、米醋、砂糖同埋鹽。另外，做蝴蝶圖案嘅食材咧就有櫻花粉魚鬆、雞蛋、青瓜、紅蘿蔔同埋海苔。首先咧將米醋、砂糖同埋鹽攪勻，跟住咧將調好嘅醋汁慢慢撈埋入溫熱嘅壽司飯裏邊，然後咧將大約1/3嘅白醋飯加入櫻花粉魚鬆，攪勻成粉紅色壽司飯。跟住將青瓜同埋紅蘿蔔切成細長條，將雞蛋煎成薄蛋皮，然後喺海苔上鋪上一層薄嘅壽司醋飯，加入蘿蔔條同埋青瓜條，分別捲成小飯卷。喺竹墊上面鋪一層蛋皮同埋粉紅飯，按順序排列青瓜同埋蘿蔔飯條，然後將所有材料緊緊捲起。記住要將飯條緊密排列，捲成蝴蝶圖案。跟住用濕過清水嘅刀將蝴蝶卷切成小塊。睇下咁得意嘅蝴蝶壽司卷就做好啦，希望你喜歡。